上帝老贼喝大了，竟跟他的死对头撒旦打了个赌，说无论给约伯降下多大的苦难，约伯都会忠心于他，哪怕是他赖以生存的田地和亲生的儿女，只因约伯是上帝最坚定的信徒。撒旦说他最烦别人吹牛皮了，于是天堂与地狱的赌约就此生效。你说上帝拿自己的信徒做赌注，那这群信徒在他心中到底又算什么呢？按照缔约，恶魔克劳利要摧毁约伯的羊群，但凡是有克劳利的地方，必定会有拉斐尔的出现。Avaunt, foul demon! In the name of the Almighty, I command thee, begone! No. 原来这次比较特殊，克劳利制造灾祸是有营业许可证的，甚至还得到了上帝的加急特批，所以拉斐尔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羊群被毁灭。紧接着他回到天堂询问缘由，书天使经过美化，说出了上帝赌约的全过程，而大天使加百列更是个马屁精，狂夸赞上帝的行为睿智，然后才轻描淡写的说出对约伯的补偿，如果约伯能给上帝长脸，便双倍补偿他的损失，其中也包括双倍的孩子。 His children? 加百列冷漠的表情，仿佛这一切就像删档存档一样轻松。凡间的克劳利想让约伯谴责上帝，这样就没必要杀他的孩子。可即便上帝抛弃了他，约伯依旧没有半点责怪上帝的意思，反倒是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或者是做错了什么才惹得上帝不高兴。为了不让无辜的孩子死掉，拉斐尔希望克劳利可以放过约伯的儿女，但两个不同阵营的小角色又怎么能叫停他们彼此主子的计划呢？克劳利表示，只有尽快得出结论，痛苦的记忆才能过去。拉斐尔没有听出对方的言外之意，还让克劳利看在曾经也是天使的份上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提及往事，瞬间触碰到了克劳利的逆鳞。I long to destroy the blameless children of blameless Job, just as I destroyed his blameless goats. May God forgive you. 听到这种回答，拉斐尔极为伤心。不过让他没想到，院子里竟出现羊的叫声，甚至是从鸟嘴里发出来的声音。拉斐尔施法后才看清，约伯的羊群并没有被毁，想必克劳利已被打上心口不一的标签了。见谎言被戳破，克劳利立刻放火要烧死约伯的儿女。不愧是有什么老子就有什么孩子。此时此刻，他们还在呼喊上帝搭救。即便特效如此逼真，拉斐尔还是相信克劳利不会伤害孩子。看来克劳利的纸老虎形象已彻底被拉斐尔拿捏。果真，下一秒地面塌陷，大家都躲进了负一层。只有这样，既可以达到考验的效果，又不会得罪他们的主子。正当拉斐尔为自己猜对了得意时，克劳利就将3个孩子变成了爬行的蜥蜴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全他们。Can I be a blue one? Oh, sure. 眼下只需静静的耐心等待。无聊时，克劳利教拉斐尔尝试人类的食物。起初他还很厌烦，但尝试之后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直到4000年后的今天，很快上帝就派加百列携众天使来验收，作为通过考验的奖励。加百列会赐给约伯更多的羊群以及7个孩子，可约伯妻子只想要回亲手养大的那3个。If my children are dead, then I will curse God and... Whoa! 幸亏克劳利及时出现，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诅咒，并向天使们解释自己是个妇产科医生。没有一位天使认出克劳利就是恶魔，看表情就知道天使们的智商余额不足。紧接着，克劳利在母亲的耳边轻声嘀咕几句，他仿佛就明白了一切。随后，他按照克劳利的指示，从约伯身上扯出3根肋骨，这怎么像刚才拉斐尔狂啃的牛肋骨？加百列还不懂装懂的说，凡人生孩子就是这样。趁大家不注意，拉斐尔将蜥蜴变回成孩子。不知情况的约伯却说出自己的孩子并没有死。妻子马上使眼色，不让丈夫乱说。可这还是引起了傻子，哦不对，是加百列的怀疑。他要求拉斐尔以上帝的名义保证没有欺骗。为了无辜的苍生和克劳利的善良，拉斐尔第一次说出了谎言。既然恶魔可以善良，那天使就可以说谎。好歹这场赌约是应付过去。之后的4524年里，天使与恶魔分别完成着各自的任务指标。克劳利负责诱惑人类走向堕落，而拉斐尔负责保护人类，防止被克劳利诱惑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逐渐发现人类的复杂性和美好之处，开始对自己的任务产生了怀疑，并最终决定联手保护人类，阻止撒旦毁灭地球的计划。可危机依旧没有解除，大天使加百列居然一不苟夫的突然站在拉斐尔的书店门前。